周末嘅下晝，我屋企充滿住香噴噴嘅香蕉蛋糕味。首先將熟透嘅香蕉壓爛，加入溶咗嘅牛油同糖，然後再加入我嘅秘密武器酸忌廉或者乳酪。咁樣做個蛋糕先可以保持濕潤嘅口感㗎，每一啖都融化喺口入邊。然後篩入麵粉，加埋我最中意嘅香脆合桃同埋黑朱古力碎。呢啲簡單嘅食材，只要用心處理，都可以變成生活入邊嘅小確幸。將麵糊放入模，鋪一條香蕉喺面，就可以送入焗爐啦。平時等緊嘢焗好嗰45分鐘，我哋好容易就會攞起手機。但係我今日決定用呢段時間嚟練習瑜伽，伸展一下身體。當你願意慢落嚟生活，你會更加享受當下。個蛋糕真係好好味啊！希望你哋都會試下整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